Hello，今日咧禁室咧，因為兩個大人物咧都有事，一個咧佢媽咪病咗，一個貴體違和，一個貴體咧違和公司有急事，所以咧啊唔能夠嚟，就請咗蕭公子咧，請咗我嚟呢個臭貓幫手。替公子替工，咁今晚咧一樣係 live，呢個禁室咧一樣 live，禁室一樣做，係就冇錯唔斷嘅，每個話題咁好玩，點可以呢個話題咧就點解會咁樣講咧？個題目咧就叫做政客就要政治家。點解會咁開個題目咧？有原因，因為咧上週咧活代港督咧就彭定係康喎，肥彭旋風式襲港就啊！就嚟翻咗嚟香港咧，大約做咗兩個演講會。冇錯。咁咧有啲人咧就認為呢個係政客，有人話呢個係政治家。即係點解會有人話佢係政客咧？咁有趣咧？係政客。咁而家所以今晚咧就講講政客同政治家有咩分別咧？係香港有冇邊啲政治家咧？有冇政客咧？或者政客都不如咧？我世界上呢啲肯定有。係政治家通常係有個即係褒義喺度嘅喎，即係有少少即係正面你啲嘅講法。蕭公子講講政客同政治家係乜嘢兩回事咧？嗱，政客咧，你混喺嗰個政壇裏邊，咧多數都可以叫政客㗎啦。唔係政軍喎，政軍因為更加等而下之啦嚇。咁政客一般嘅啫嚇，都唔會有咩特別啊，即係高低之分。但係調翻轉政治家咧，通常咧就大家會有一個稍為正面嘅評價，即係起碼會有一啲即係即係建樹啊、理想啊，真係有啲所謂抱負。英文咧佢叫做 statement。同埋 politician 咧就係政客，冇錯啦。咁所以但凡從政，你就難免會係 politician，即係政治，即係政客就唔得㗎啦。政客先。咁如果係政棍嘅，等而下之添啦，嗰個就係混飯食嘅，即係等於光棍嗱，類似或者咧神棍，有棍字咧就即係廣東人啲點食啦，食啦。上次次官講啲廣東俗語嗰個用法好巧妙，一字之差就差天共地㗎。啱啊，你講得完全啱。最得而下即係政棍，咁但係講到政治家，又的而且確肥彭就算係政客定政治家啦。咁有好多講法。咁要睇下佢個界定點樣界定一個 statement。咁一個 statement 咧，亦要求嚴啲嘅咧，政治家政治家要求啲嚴啲咧，就佢一定有理想嘅。咁理想咧兼咧係人民咧為先。即係當地嘅人民為先，咁譬如甘地咧就一定係 statesman 啦。咁因為咧佢由南非開始咧，去到一路至到返印度啊，做咗一個咁樣嘅不合作運動，其實革命嘅。係冇錯。咁將印度咧結束英國殖民，結束英國殖民地最大嘅抗議咧就係抵抗咧就係佢將呢個印度啊，同埋嗰陣時嘅巴基斯坦啊，同埋周邊嘅地方，即係而家 Bangladesh 咁樣嘅地方，就成為咗咧英國喺亞洲啊，直情亞洲啊，南亞大陸咧嘅基地啊，佢係做咗佢個 empire 嘅一份，所以叫做咧英國女王個阿爺啊，開始英國女王嗰個太祖維多利亞女王。都係咧 Emperor of the Indian Empire 啊 ，Indian Empire 係有個係個大帝 British Empire 其實冇印度呢個印度呢個地方嘅，唔係一個國家名添，好慘嘅。咁將呢個全部隔咗過嚟，革命咗過嚟。咁呢個係有理想，有一個即係個建國理想啦，肯定啊。係有一個政治理想先。咁呢啲咧就喺嚴格嚟講咧就係政治家。咁唔係嘅咧，冇呢個理想咧，都係政客啫。politician 即係玩政治手段嘅。從政啦嚇。從政或者玩政治手段嘅人。咁譬如最有拗撬咧，就講緊咧丘吉爾啦。丘吉爾好多人認為佢係政治家。
但係有啲人話佢係政客。有咁嘅講法，因為的而且確丘吉爾就即係現代人就可能唔係好習慣當時英國佬啲紳士制度如何。佢跳槽都跳得幾緊要㗎。係啊，即係佢唔同黨派之間跳來跳去嘅喎。係啊，佢最初參過軍，係啊，打唔死啊，係打唔死嘅。咁亦喺國會裏邊做過軍隊裏邊嘅大臣，海軍大臣啊嘛。海軍大臣，咁爆咗個大鑊，海軍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啊，喺土耳其嗰度。係啊，咁但係咧，折將，但係咧唔緊要，後邊咧佢又上翻嚟。又沉完又起翻，仲傳奇過鄧小平。好傳奇嘅。咁但係咧，佢呢個人咧就真係好聰明。喺政壇上咧，喺英國政壇上咧，就最初咧就幾上幾落咧就可以吃得開啊！吃得開又視乎睇下點睇嗱。當時佢跳來跳去咧，但係有一樣個主軸係冇變嘅，咁所以變咗有好多人話都係政客，所以政治家嗱呢度變咗一個歷史評價就好大分，即係好大分別嘅。故之然佢跳來跳去，你可以話佢從來未人對任何黨派效忠過，你可以咁講。係。但調翻轉頭有一樣嘢，佢的而且確極死，即係死命效忠咧大英帝國啊嘛。一定係。咁你咩黨？佢當軍出身咁，所以變咗佢效忠大英帝國呢，完全冇變過。咁但係另外一樣亦都係完全冇變過嘅咧，就係後人都有褒有貶啦。係啊，就係話佢係一個好戰之徒。哦，係啊，鷹派到極嘅。嗱，亦都即係話佢自細喺南非參軍嗰個即係屠獄嗰下嘢好出名啦嚇。後來仲即係大言不慚啊，出咗本書就叫做《給將軍們的忠告》。咁當時佢只不過兵仔嚟嘅。都官仔咧，又唔係官仔啦，又唔係兵仔，叫做英雄出咗線。官仔咧，但係未人升到即係將軍級數，出咗本咁嘅書叫《給將軍們的忠告》。咁當時英國政壇已經極為轟動㗎啦。係啊。咁但係有一樣真係佢完全冇變過，就所謂好戰或者鷹派啦，唔講話好戰啦。咁當初即係所謂爆大鑊啦，就係話佢真係攝到位上，因為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啊嘛，所謂國家用人之際，任何人都上，尤其是鷹派好明顯啦。咁所以呢個年少英雄嘅丘吉爾咧，就被委以重任變咗海軍大臣。而當時最頭痛一下嘢咧，就係佢主攻，即係搏命去進攻嘅軸心國呢，就不遺餘力。而其中最大嘅冒險嗰著咧，就係派當時都唔係科技好先進嘅海軍陸戰隊，就強攻呢個土耳其嘅要塞。係啊，咁嗰下死咗數以15萬人。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你如果睇呢個所謂西部戰士啲所謂戰壕咁嘅，即係所謂血肉磨坊啦嚇。大家經常就見到嗰個戰役嘅啫。絕大部分都忘記咗，就丘吉爾即係希望突圍去呢個土耳其，損兵折將數以十萬下嘅。咁跟住佢俾人燉冬菇啦，唔想問阿貴啦。問貴啊！咁又跌又上翻嚟。但跟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啊，上翻嚟喎。點解咧？因為兩個戰爭中間咧，你都記得當時歐洲主和主戰都好大分歧噶嘛。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人冧樓，同埋完咗之後咧，呢個條約咧係啦。凡爾賽條約咧，就對德國咧極為苛刻，咁即係恰到佢咧，即係上心口。咁呢個咧引致到咧希特拉崛起咧，同埋德國人咧，即係右派整體崛起，整體同埋咧德國人咧嘅一種咧復仇之心理，就搞到咧就英國咧嗰個。另外一個嗰陣時嘅首相，張柏倫呢個咧歷史謀下一個臭名啊！係慘啦咧！呢個紳士咧，你唔知點褒點貶啊！而家的而且確係貶嘅多，貶就多啦，因為佢揸把遮，好紳士，好紳士。咁啊落惡棍和談，唔落雨都揸把遮嘅，即係穩陣到咁嘅，穩陣佬係好穩陣嘅，揸把遮已經表達到佢嗰個心態啦嘛。佢唔落雨揸把遮，即係佢預備落雨噶嘛。咁啊，呢個張伯倫咧，去到同呢啲大鱷咧，希特拉呢啲與虎謀皮啊，差唔多啦。而家你差唔多啲人咧講翻佢咧，就係當佢與虎謀皮。咁佢出心咧一定係好嘅，即係和平啊嘛，唔好打啦。的而且確打完一次大戰死傷無數之後咧，正就係話齋當時嗰個政壇呢，兩個極端嘅，主和主戰。
你即係陰晴不定。咁但係丘吉爾由頭到尾冇變冇變過，一定要打。佢鷹派一定要打，就總之對住啲右翼啊、惡棍啊、獨裁者，佢就係要打。張伯倫呢就認為佢把口呢噏得掂。佢始終假設人有理性嗱，呢個好攞命㗎啦。佢呢個咧英國人呢，英國紳士，佢認假設為咧人會有理性，佢認為係講道理。德國人更有理性。點解呢？因為德國出最多哲學家，由唯心唯物都係佢出嘅。咁佢認為咧德國佬咧一定會聽佢啱，理性解決問題啊嘛。奈何咧佢唔希特拉就唔同你理性，希特拉最緊要就係報仇。希特拉就唔係話唔理嗱，理性分層次嘅，係啦，分層次。佢嗰啲係機械式咧、野獸式嘅理性，係會好計算點樣食咗你。係點解要食你咧？就好似士官話齋，因為佢係仇恨主導。仇恨主導，佢仇恨主導啦，係愛心主導。即係話佢係工具理性嘅手段好理性，即係你睇佢後來殺猶太人幾咁有系統，有系統，由最初幾咁 efficient，你就睇到㗎啦。屈你先，就慢慢咧使到逐步去食你嚇。係啊，呢個咧香港都見啊。逐步嚟，使到你咧，使到你變成眾矢之的過街老鼠。咁個個得而誅之，你就唔到你咧啲人殺猶太人啫，大家都德國佬都冇同情心啊！冇㗎，完全冇。咁所以點解啊頭先次官講嗰個層次就好緊要啦，即係話。張伯倫，你話佢係政治家定政客呢？丘吉爾，你話佢政治家定政客呢？嗱，一個主和，一個主戰，你就總唔能夠假設阿張伯倫一定係錯噶嘛？主和你通常都唔會死喺邊個嗱，尤其是左派，最中意主和噶啦。人類理性係包容嘅，乜都講得。但係佢咧喺呢個政治手段後呢，就係因為咧太過信任咗呢啲右派，同埋信任咗咧希特拉呢啲，認為有理性。咁咧就中正計，人哋拖一拖你咧，你就喊冷唔知點算。一進攻波蘭，你嗰陣時就啞晒口，當堂咧，哎呀，手足無措直頭，都唔知點要落台啦，手足無措啊，直情要落台啦。打上嚟，原來咧你唔夠人哋預備咗咁多年嘅功力，處心積慮人哋，係一嚟砌咧就砌死你啊！係啊，咁所以變咗政客同政治家咧，次官講嘅層次就係呢樣嘢。因為政治家咧就唔單止淨係理性咁簡單。我諗咧，如果你比較嗰啲所謂品評人物嚟計咧，佢個洞悉力、個遠見好緊要，即係佢睇唔睇得穿某啲嘢先。係仲要睇穿咗之後咧，仲要識點樣應付。有好多咧睇穿咗咧。就只係講得出嚟啫，或者分析出嚟，係啦，好似我哋咁樣咧，得把口嘅啫。但實際上咧，要佢去做咧，又未必做到。因為一個好嘅政治家咧，或者好嘅政客咧，政治家呢個層面已經要噶啦。就係咧，佢要能殺人就能救人喎。呢個高難度啦，係啊，呢個比較難。所以政治手段嘅問題啦。咁能殺人者咧，即係話咧，佢夠膽拍心口咧，係開戰或者打，咁未必贏嘅喎，個個都打仗呢樣嘢咧。冇錯，兵凶戰危啊！戰者就兇也，即係必定咧有死傷，咁啊一定係自己啲子弟死傷嘅。係，咁啊死咗傷咧就冇命賠，啲命啊得一條啫。我為國捐軀嘅咋呢啲嚇。咁啊正唔正路咧？就後人評論啫，即係嗰個年代、嗰個時代佢死咗咧，好多阿媽咧就唔開心噶啦，就講叫做炮灰啊嘛，或者你咧，歷來都唔開心噶啦，問你有冇意義咁冇有冇意義啊？咁你點樣咧去確定你嗰個信心？呢場仗能打人救人，而能又要殺人喎？救人意思即係話咧，你可能咧。凡打仗必定殺人㗎啦，走唔甩㗎啦。咁你可能因為咁嘅犧牲咧，就救到班其他人喎。係啦，救下一代喎。呢個判斷就高難度啦。咁所以點解話政治家成日講話政治家難揾咧，就唔係淨係講打仗咁極端。你淨係諗下有啲嘢，你撐定唔撐，去馬定唔去馬啦？呢啲所謂手腕嘅嘢，又或者係談判啲討價還價嘅嘢，咁的而且確需要一定嘅政治技術㗎。係啊。咁所以唔係淨係話分析性。即係正確咁簡單，得把口講嘅冇用，佢要識做嘅。講嘅全世界都有，咁所以變咗就話你政棍就等而下之唔使諗啦。政棍咧，政客你喺嗰個圈子混飯食，你走唔甩㗎啦。政治家就難度高啦。係啊，政治家仲要再分層次嘅。係啊，冇錯。政棍咧就好容易揾到嘅啫。點解咧？揾到佢一樣嘢知㗎啦。
佢係為咗自己嘅利益、私人利益啊，或者佢私人黨裏邊嘅利益，佢群人嘅利益，都係私利嚟嘅。呢個咧利益為行先咧，呢啲多數咧係政棍。咁啊，政治家都有為自己嘅黨或者為自己行先，但係咧政治家咧就多咗一樣嘢，佢有睿智，即係啲嘢唔係咁容易俾人分得到、揾得到，佢都有個手段。咁啊，同埋咧佢有陣時做嘢咧，我哋話正邪難分啊，有陣時好難，呢樣難度高啊！真係要經過幾百年。一講直手段嘅時候啊，真係好難水洗即係清嘅。我覺得咧，譬如好高明嘅政治家咧，如果喺古代咧就曹操咧就真係好聰明政治家。呢個咧喺正史上喺三國演義上一定係將佢咧貶咗為一個奸臣啦。實際上咧正史上咧睇呢個曹操三國志啦，嚟講正史啦嚇。正史裏邊咧，佢係一個咧好叻嘅人嚟嘅，處理呢個政治咧管理啊嗰啲咧係一個好有才智嘅人。咁啊兼且咧文學又好，文學修養相當好嘅。咁呢個人咧就係一個好嘅古代嘅政治家，但係咧話佢係一個政客咧又得嘅喎。點解咧？因為佢好多時喺前半段咧，佢係為私利嘅，為自己建立起自己嗰個咁當時亂世啊嘛，佢又唔能夠唔嗱，即係想講經營啦，即係你唔能夠冇班底。你又唔能夠冇戰鬥力，你又唔能夠冇糧草，你又唔能夠冇地盤咧，咁即係亂世裏邊就成日講會出梟雄，咁即係其實somehow咧，如果即使你戴佢所謂有色眼鏡嚟睇曹操先算啦嚇，以佢嘅所謂抱負，因為一匡天下，天下太平嗰隻嚇，總之要治亂世，咁啊不擇手段嚇，然之後啲手段有幾到位嘅，的而且確可以平定群雄嘅喎。咁從呢啲角度嚟睇，啲話啲標準嚟睇嘅話咧，即係somehow咧，梟雄都係一個好嘅政治家嚟嘅。一定係做得好嘅梟雄嘅。亂世係出梟雄㗎啦，正常啊。譬如咧，正史裏邊嘅劉備咧，又未必好似三國演義裏邊嘅人咁樣。英明神武。咁一個得個喊字啫。因為我祖宗都係咁講。咁咧，佢嘅政治手段一樣同曹操咁邋遢嘅喎，另一種啊嘛，另一種係叫做心地黑，一種叫面皮厚。你仲唔寫厚黑學啲大成戰勝戰師，就寫着呢兩個人啦。劉備，劉備啊就面皮厚，曹操咧心地黑。問題係佢嗱各唔同睇法啦。問題就係即係如果以厚黑學嗰個評論，即係越旦人物嚟計咧，就劉備高一級噶嘛？點解咧？佢厚而離堅啊嘛，黑而離亮喎，即係黑心到佢仁義喎，令黑到令你覺得有光環。即係我哋而家仲要想光環，有黑心得嚟啲手段，令到你覺得佢有光環，咁咪高咯。咁所以乜曹操咧就真小人。呢個劉備咧就叫偽君子，咁啊偽君子可能咧偽幾代嘅3代啦，係啊偽完咪佢嘅細路啊，而係佢俾人可以人3代啊，咁就唔止到而家仲有人受困嘅，咁咪得啦，咁啊幾千年，桃園結義可以講都覺得佢大英雄嘅，2千年，咁啊真係歷史唔易讀噶啦，唔知讀，咁好容易教啊，咁呢個咧就又引致到有呢本演義嘅書咧，就借咗呢個當時嘅形勢咧，就變成一個咧咁樣咁好睇嘅演義故事，流傳咗中國4大名著之一。好。咁但係對於呢個所謂政治家嗱，中外都有比較啦。喺中外有比較啊。近代中國有冇政治家可以啲似樣啲嘅咧？好多人咧就話好多人就話呢個周恩來係政治家。周恩來咁周恩來政治家嗰個角度點睇咧？好總理啦，算唔算政治家咧？咁啊，度高喎。好多角度睇嘅，正話都講咗咧，唔同角度有唔同嘅睇法。佢算唔算梟雄先？都係亂世出啦。亂世咧就出梟雄，咁唔死得就係梟雄噶啦，死咗咧就唔係梟雄。但係佢
受制於毛主席啊嘛。係嗱，即係忠臣就肯定嘅呢個，大家知。咁咪有個角度睇呢，嗯就呢個人物呢，佢治國呢，的確有佢一套本領嘅，唔係咁容易一個草創，由最早呢革命一路至到草創一個共和國呢，中間呢好多崎嶇，咁要遇上呢一個咁嘅領袖人物，呢個咁嘅呢個毛澤東啊，真係唔係人咁品嘅，神級神級噶嘛，神級。佢真係呢，佢控制到大局之餘呢，即係佢去殺人救人呢，就佢一念之差啫噃，係嘛？咁但係你在佢身邊呢，就算你係佢嘅最得力助手，你其實呢都岌岌可危嘅喎。你唔知邊單嘢，所謂伴君如伴虎。係咯，呢隻唔知虎啊，呢隻恐龍嚟噶嘛。咁你點知佢幾時發威，幾時過？天威難測，係好難，真係啫，講中晒啦。呢就一個開國嘅元勳，開國嘅一個中國裏邊呢，真係冇一個開國元首呢係威勝過佢嘅，所以佢嗰首詞呢都講到呢，唐宗宋祖啊，呢個稍順風騷，呢個成吉思汗呢只識彎弓射大雕，係嘛？咁但係呢個咁嘅人呢，你喺佢隔離，你真係呢要係一個好嘅裏邊嘅黨裏邊嘅政治家，黨外嘅政治家。都有少少外交可以講，外交呢直情就係佢係政治家，係肯定係，因為呢毛澤東係土炮嚟嘅，佢未出過國，佢又唔識英文，又唔識法文，乜都唔識，嚇佢呢係一個土包子，但係佢熟讀中國啲書喎，係啊，佢最緊要係熟讀呢個叫做《資治通鑑》，係，哇呢本嘢好嘢㗎，即係本來呢好多書喎，嗱資治啦。紅樓啦，係。另外仲有就係，如果冇見到《三國演義》呢個實屬嘅，啊容齋隨筆啊，咁呢啲咧書佢真係好熟。人性咧就睇得好透。係啦。全個政治個形勢咧，又猜測得好好，又識掌握形勢，又識製造形勢，即係呢幾樣嘢咧係佢嘅長處特點。咁但係你咧，你要輔助佢嘅人咧，你真係咧要係一個好嘅政治人物，手腕嘢好啦。咁本身就難處就喺呢度啦。咁嘅情況底下，周恩來叫一個好管家啦嚇，差唔多啊，開國輔助開國嘅功臣啦。咁佢又算唔算政治家咧？咁比較起上嚟，真係。咁啊，政治家又要從另一個角度講，即係佢咧要喺形勢上咧，佢有一個上高嘅呢個毛澤東喺度，係一個壓力嚟嘅。其實有陣時咧，做呢個金位咧，有啲嘢又唔敢揸晒主意，唔匯報過中央咧，咁可能自己犯下錯誤。匯報過中央咧，又可能做唔成。係啊，咁所以呢個咧，呢個政治手法啊，政治手段。咁變咗你同呢個即係同期啦，同丘吉爾啊嗰啲，你其實好難比較。丘吉爾真係可以自己即係做到個局面出嚟喎。話到時，雖然上面有個皇帝，嗱嗰個虛君嚟㗎嘛，虛君嚟嘅嗰啲冇所謂嘅。係啊，聽晒你噏㗎啦，唔聽咁咪冇得做添，唔好結緊啊！冇咁，所以變咗個虛君嚟咁，所以真正話到事嗰個有個熱，肯定係。咁你個將來咧話晒事咧，未必一定咧，你話得晒所有事。就算你國務院嘅事咧，我睇咧好多嘢都要中央岌咗頭。唔止佢一個人話事啊嘛，因為唔止啊嘛，集體領導啊嘛嗰陣時啦。哇！咁其實最後咧都有老毛拍板，老毛拍板噶嘛。咁啊，當然呢啲咧又要識運用到嗰個形勢，運用到嗰啲平衡，
係，但係深刻啦，即係讀歷史，你又讀得多過我啦，肯定唔敢個感覺係乜家科咧？就感覺係中國好難出到政治家。係啊，呢個咧我哋今日咧都要講呢個題目。咁所以呢個周恩來一個即係個引子，但係倒數翻轉頭啊嗱，歷代你話好嘅所謂政治家，真係好難數到。第一，你係咪有好下場已經好難計啦嚇，多數都係悲劇英雄啦。第二就即係你話真係話得到事，即係可以即係影響到局面嘅。好似唔係淨係佢自己話得晒事嗰只嚟嘅喎。係啊，因為咧中國咧始終咧係有一個咧專制社會嘅個文化係個底子啊。呢個專制社會咧，由漢朝建立咗之後咧，呢個其實秦朝建立啊，漢朝固定之後固定佢咧變成咧呢個儒家，借咗儒家嘅一個咧接落嚟到做一個。政治穩定嘅 ideology 啊，意識形態。咁但係咧一路落嚟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心態。人民又係，官員又係，連嗰啲獨裁者啊，啲君王都係，就係要尊君。一定要忠喎，一定要忠。個忠字咧就真係考起啦，好高難度啊！呢個好高難度。如果你唔忠於佢咧，佢大條道理鋸你喎，豬狗族添，係唔止鋸你，仲咧鋸埋你狗族，鋸埋你狗族咧不得已，仲要咧同你全個滅種。咁你咧諗下咧嗰個即係呢個壓力幾大咧？咁唯一一個可以做政治家嘅咧，就係個掌握晒全部權力嘅皇帝。咁當然咧亦有皇帝咧，佢下放權力嘅，俾好多宰相少咯。爹哋唐朝防謀盜斷嗰隻有爹哋旗，而家嘅我哋叫交出權力來 dedication 啊。但係亦都有一個好過癮嘅現象嗱，唐朝例外啊，差唔多唐咗，可能因為唐朝鬼字都咪有一個皇帝得嘅，其他都唔得㗎。但其他嗰啲有好多都係起尾注喎，搞到死就走狗烹㗎咯喎，好多係㗎喎。劉備咧最出名啦，劉邦最出名啦，係咪先？劉備都有少少，劉邦咧劉邦最明顯啦。因為咧劉邦開國功臣有邊個有好下場嘅？唔會有嘅。唔知佢後來咧。玩到即係用咗自己嘅老婆出嚟出面，嗰個呂后出面咧，咁咧呂后咧就係一個未讀過書嘅鄉下婆嚟嘅啫嘛，咁俾佢揸權力好危險嘅，咁但係都揾佢出嚟啊，因為我想保住個江山嘛，咁呂后咪天下啊嘛，點知個呂后想整下啲想自己啲兄弟做啊嘛，咁呢個係後來嘅事啊，即係我講咧就算係政治家好叻，陣間咧好叻嘅軍事家，譬如咧政治家咧有張良啊，張良係咪一個政治家咧？我認為都係，但係咧你制住喺劉備手下咧，你都幾難發揮。而中國有好多文人咧，嗰個志向啊，似乎中意學呢個，一係就中意學張良，一係就中意學諸葛亮。咁你軍事家咧，你亦係咧發唔到圍，一發圍咧打仗嗰時，你同佢打天下嘅時候咧，就真係鬼到叫佢契爺得。一打完天下咧，你真係做契弟啊！鋸嚟噶啦嘛，即最怕有權啊嘛。係啊，冇錯啊。韓信咪就係好例子啦。咁所以話難得呢個所謂宋朝嘅杯酒釋兵權唔多噶啦，已經，但都係叫起尾注啊嘛。驚住起尾注。即係唯一例外之係得唐太宗噶咯喎，真係。好啲，因為咧佢有一個制度咧，就係信嗰個諫官啊。呢個魏徵嘅呢個佢都想殺魏徵一次噶啦，收尾忍住咋。咁佢老婆夠惡。係啊，冇錯。咁呢個第一夫人威啲。因為凡係呢啲咁樣嘅君王咧，一踩著佢條尾咧，就唔條氣唔強噶啦。
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奇怪啲文人唔係冇讀書㗎？你記得呢個分析係邊個最先出嘅咧？知唔知韓非子咯？係韓非子講咗啦。人主家有逆倫啊嘛，你唔摸得㗎嘛。批逆倫，你都寫過呢本書啊嗱，好老實啊，次都寫過呢本書啊。寫過呢本。小寶神功裏邊就係點笑月，定係點死月？點中笑月就乜都得，點中死月就批逆倫我都寫過喺另外一本《處世金鐘罩》都講過。凡係老細咧，就必有一個，即係等條龍啊，即係佢比例有一條龍。呢個龍咧就喺個頸度咧有一塊鱗，嗰個鱗咧就唔順生嘅，就倒轉生嘅，即係好似啲手指甲咁樣，有倒刺，有倒刺嘅。啊，呢樣嘢咧，你千祈唔好鬥落去，掂中就死啦！你掂中佢個死穴嗰個逆鱗咧，咁咧個皇帝就好條氣唔順。佢就會諗起另外一句啊，就係我係天子，你係神，做乜你嚟批我咧？咁佢唔記得咗最初佢設立呢個諫官就係佢自己做嘅喎。約制自己咁諗，好過癮一樣嘢。我最緊要你帶住我啊！老實糾正我嘅錯誤。係啊，因為而家第六中全會裏邊都習核心都有講呢句啊。唉，講啊咁講。最緊要你就係俾一個好嘅意見，我要聽從你下邊嘅意見啊！先幾年一講乜家伙憲政即死晒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一個最簡單嘅比較咧。咁所以史官先寫咗幾本書睇過晒，我係小影迷嚟嚇，睇過晒。咁最大感受係乜家科啊？你比較翻鬼佬嗰套同埋中國嗰套。原本你可以話唔係相差咁大，嗱鬼佬都一樣噶，君權神授啊嘛，上帝叫我做皇帝噶嘛，你唔好同我嘈，即係朕即天下一樣噶。一樣。但去到後來咧，即係好似你話虛君嗰個結果係點嚟嘅咧？就開始大家明白一樣嘢，係要約制個軍權啊嘛。嗱咁所以其實點解話唐太宗就叫做得好啲咧？咁起碼佢都冇殺到啲諫官啦。諫官概念乜家科咧？就係約制佢自己私人啲脾氣噶嘛。咁所以但凡有約制嘅軍權的話咧，相對就開明㗎，啲人才就蒲到出嚟㗎。冇錯。咁但係呢個都係政治家，呢個係政治嚟。咁所以變咗就係佢諗到呢一套嘢，佢叻。咁問題係即係起碼唔需要即係死人冧樓，皇帝頭都斬埋先整啲咁嘅所謂約制自己嘅概念出嚟啊。但係中國嘅文化裏邊咧，咁啊，史官冇講錯，自從秦漢開始咧，一直都係你個秩序就係由皇帝排最頂噶嘛，天子嚟咁啊，受命於天，記仇永昌噶嘛。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變咗成個社會咧，基本上啲人個心理上咧係冇人夠膽好似你頭先話齋，冇人可以掃個逆鱗㗎，冇人夠膽掹老虎鬚㗎，冇人夠膽搣老虎屁股㗎。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嗰個所謂軍權冇約制咧，咁你人才點發揮咧？呢個好明顯嘅呢個。呢個咧就因為咧呢個基本啊，我哋話咧叫結構上嘅一個缺陷。結構上嘅缺陷咧就好難咧你點樣醫咧都醫唔到原來呢個咁樣嘅問題啊嘛。喺最深嘅核心咧坐喺嗰度。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嗱，跳少少話題就話，當你講中西比較嘅時候咧，而家呢個熱門話題。就係中史嘅問題啦。點解你會發覺中國歷史個寫法鋪排咧？即係就算你喺《資治通鑑》都係㗎，你都係皇權做核心㗎嘛。係啊，一定要啊，一定係咁㗎。咁即係話自細你啲讀書人，如果係讀傳統中國歷史個鋪排嘅文章，即係浸淫長大的話咧，你自然心裏邊嗰套咧，就係儒家嗰套秦漢以來忠君愛國、循規蹈矩。即係極其量做個所謂諫官，忠心，你唔會做到一個好似丘吉爾咁樣嘅所謂總理出嚟噶。係啊，咁佢嗰個一個忠字咧，就係捧起咗呢個皇帝嗰個皇權嗰個最重要嘅根據啦。即係唔止係個皇權施行落嚟，佢有一個天子嘅威信，而係咧。我哋成日都講冇奴隸就冇奴隸主噶啦，係冇錯。佢最後呢啲人甘心去做皇帝，甘心去做神，都係一套價值觀嘅問題啦。係啊，一套價值觀嚟嘅。佢係各人係認為自己做神。咁啊喺清朝咧，就如果係佢個同族咧，滿洲族係做埋奴才添，唔止係漢人奴才嘅資格都冇。漢人奴才都係啊，叫做神嘅。咁啊變咗咧。你甘心做奴隸，咁
甘心咧係服從於呢個咁樣嘅制度底下咧，呢個魯迅有講嘅啦。啊，即係做奴隸而不得係最慘啊！我而家想做奴隸，做奴隸做唔到，好多人爭住做㗎，爭住做，唉係啊。咁呢個咧，因為你係做緊奴隸咧，其實做緊奴隸就冇所謂政治家啦。係啊，呢個咧就係你心理上閹割咗啊嘛。點做政治家咧？因為咧，你想硬不起來，你想為呢個人民謀一個福利，天下係一個着想，點咧？但係你唔准作反喎。但係作反嗰陣時好主觀㗎喎，嗱，好攞命呢下嘢，嗱呢咁先慘啊！即係我諗所有有作為嘅人咧，都唔會中意講自己係咪作反嘅，係咪先？係。咁問題係站在主子或者主子身邊嗰啲奴才眼中，你唔跟佢哋嗰套玩，就叫作反㗎嘛。係。咁除非你咧又要將佢改名，改名咧佢就唔係皇帝啦，佢係獨夫。獨夫咧，即係而家就叫做獨裁者咧，或者係再唔好聽咧，就係一言堂咧，佢話晒事咧，而家話嗰啲事咧就唔係利益人民咧，為咗自己私利享樂啦。所以咧，你睇下當年啊，朱呢個由夏商周開始，朱嗰啲咁樣嘅暴君，末代皇帝夏商周末代皇帝。嗰幾條罪咧係好過癮喎，而家睇翻係咩咧？鹹濕，佢原來寵愛嗰啲女人啊，會喜啊、妲己啊呢啲啊，因為佢咧鹹濕咧就將鹹濕即係朝綱大亂擴充到去另外一個層面咧，就叫酒池肉林啦，即係成日即係個人道德問題。係啦。即係而家個中紀委講緊呢個所謂風氣問題，係啊，風氣問題一樣，佢冇講到佢個制度做得唔好啊。個人風氣又作風有問題，鹹濕喎呢條友，而且咧就以亂朝綱喎，咁咧就要誅啦，人人得而誅之啊，即係過街老鼠啦。係啦，咁你又睇下咧，呢個譬如話去到漢朝咁，漢朝嘅淪亡咁就因為咧，去到東漢呢個西漢先，呢西漢咧就俾阿王莽散咗佢，咁啊呢個咧先賴咗個王莽先呢個衰啊，呢個有衰做國舅，做國將衰格，謀朝篡位啊嘛，唔識用中國呢個倫理觀。居然掠人皇帝，係啦，謀朝篡位改叫新朝。新朝。第二咧，皇帝無能唔係無能係咩喎？歷史上成日啲皇帝無能咧，因為佢太細喎。咁佢梗係無能啦，個 BB 仔都仲有開朗褲嘅啫。係啊，咁引致到嗰啲皇親國戚咧貪心，乾淨，成日講外戚，乾淨咁，於是乎咧俾人散咗位。咩秦朝咁？秦朝篡位咧，因為你暴烈喎，同埋咧你裏邊搞出兩個人咧，成日諗住大家互相爭權喎。呢啲係李斯啊、趙高啊，所以指鹿為馬有呢啲故事。咁但係咧，始終咧就係一句問題講晒，就係咧皇帝唔掂、衰格、賤格、鹹濕、無能，甚至有陣時唔係無能，係細個。細個都係罪，咁細個都係罪啊！鬼叫你細啊！佢冇資格坐個位啊嘛。咁然後咧就德不配位啊嘛，就係嗰樣嘢啊。後來咧就賴咗你咧，就咩咧？賴咗你嗰啲外戚，貪心。唉，宦官又賴，宦官又衰格。喂，但你睇翻佢所謂斷代史咧，你當朝未必咁寫嘅喎。係咯，後來下一朝嘅史官就改翻你上一朝嘅歷史，好慣啊！嗱，中國人好慣呢樣嘢嚟㗎，就歷史咧係好主觀嘅，就你每一個朝代自己嘅記錄咧，居然係由下一個朝代照計係謀朝篡位嗰條友指派一個新嘅史官出嚟，就改咗你個舊史，咁所以舊朝嘅史咧就只係叫史稿嘅啫。清朝一個清史稿，上次都講過啦。清朝嘅清史稿，但係清朝真係冇皇帝啊嘛，史官都冇鬼咗。於是乎清史你當都係邊一套
寫嘅清史先叫正式清史咧。而家眾說紛紜幾個版本。咁所以你要睇好過癮嘅，就臨尾睇調翻轉嚟睇知咩事啦。喺清史稿裏邊咧，梗係話孫中山係壞人噶嘛。梗嘅咧，孫賊下邊寫個文字噶嘛，逆賊謀反咁樣噶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嚟睇，佢總唔會話自己滿洲啲皇帝係壞人嘅喎。但係一轉咗手咧，你就數到佢七彩啦。就中晒阿次官頭先講嘅嘢啦，皇帝年紀細都係死在例如咁呢個阿溥儀末代皇帝係咪先？係如果呢個光緒咧唔死咧，就有排玩落去。光緒係神仔威啊嘛，亦都話佢係又要俾個太后德不配位啊嘛，又話佢又俾太后玩晒，咁就外戚乾淨，太后乾淨啊，諸如此類，就仲要爆埋個李蓮英出嚟。係因為有太后寵信，咁所以基本上係差唔多對號入座噶。咁所以次官講非常真嘅，歷代以來咧係差唔多照抄個版，係完全冇創意噶。即係如果你做編劇的話，你都悶到發咗癲。點解中國啲歷史學家係咁冇創意，永遠係抄翻同一個結局出嚟？總之皇朝末年就一定係呢幾個死罪。咁你諗下，點會有所謂現代嘅所謂政治家呢？係個政治家其實呢，佢想顯現佢咩嘅威力呢？佢喺咁樣嘅原本啊呢個原底基礎上呢，已經呢有問題㗎啦。即係連學識本身都係受限制。係啊，咁佢點做政治家呢？的確係喎，阿次官你講起係真，因為其中一個的而且確有個字自己講翻㗎。英國嘅政治家，主要喺大學裏邊主修係乜家科？就係政治，係人文科學嚟嗰個人㗎。文學都固之然啦，係一個個人修養問題，但係讀歷史係哲學嘅。歷史呢下有緊要。歷史咧就係一個咧哲學最好教材嚟㗎嘛。最好教材。你作為一個政治家，你唔能夠唔熟讀歷史。問題就係你套歷史真定假嘅問題啦。同埋識唔識洞悉睇到。係。咁所以咧，近代政治家咧都係喺西方嘅。呢個西方咧就因為咧喺19世紀可以打咗好嘅基礎。呢個咧Enlightenment 呢個啟蒙時代18世紀開始啟蒙，reasoning，即係呢個理性時代，已經咧知道咗咧呢個所謂政治啊，係做一件咩嘢嘅事，係啊，咁因而咧就變成咧有啲人出嚟，佢真係咧用呢啲理論咧去實踐，咁啊有政治家啦。但係政治家都要從有個土壤俾佢哋成長。正話你講咧，都要從唔同角度去講喎。你咩角度？譬如話為呢個大英帝國嘅利益，咁可能咧呢個丘吉爾就係一個好嘅政治家。但係咧，如果你從香港人睇咧，就揾笨喎呢個，因為你丘吉爾咧就係一早話咗喺佢。佢有正話你話洞悉先機啊！喺未打完仗，知道自己個形勢都贏噶啦，佢就已經諗住咧，香港唔歸還中國噶喎。立翻噶啦，係立翻噶咯，唔同蔣介石講數㗎，冇數講喎。即使你嘅蔣介石登咗陸，扯一支中華民國旗喺香港中環，青天白旗，睬你都傻，照趕。下角一嚟咧就趕你噶啦。係啊，佢預咗噶啦，預咗。英國收翻都係一種洞悉嘅能力嚟㗎嘛，係洞悉能力嘅。睇知道就係話，當你一打敗日本仔嘅時候，你 friend 都冇得做㗎嘛。睇準㗎啦，實起你未住，睇準你㗎，睇準你咧。呢個政治家嘅政治嘅洞察同埋觀察力好嘢。佢知道咧，你掛住打內戰就唔掛呢個咁細嘅香港，你睇唔出嘅。係啊，你睇唔出呢個地方。佢睇得出啊嘛。佢睇得出呢個地方咧，將來喺唔係50年啊？呢幾十年或者100年裏邊咧，有利用價值。係絕對有利用價值。咁啊，因而咧，一定要保留翻嗰個咁嘅咁細嘅地方。呢個邱得意嘅政治天才嚟。係眼光嚟嘅，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就熟讀歷史，佢個浸淫嗰個培養嗰個土壤，就出到呢啲咁嘅人物，都唔係淨係佢一個嘅故之然。咁所以你發覺真係好過癮一樣嘢。啱你頭先講到啟蒙啊，諸如此類咧。其實所謂啟蒙咧，你所謂問係復啲乜嘢嘢咧？其實係復翻希臘
嗰個年代個冇民主錯意識啊嘛，好過癮呢樣嘢。咁所以你就算係嗱東西物換星移都係咁上下年代啦，春秋戰國，你都係類似咁樣嘅，所謂文本啊，係啊唔好話民主啦嚇，但係國以民為本啊啲思想都係嗰陣時都好澎湃，即係好多種諗法㗎。就算有啲好鬼死左膠嘅墨子嗰啲都有㗎，係咪先？係嗰咁所以其實個思啲死想士啊，係好解放㗎喎，呢係啊。博愛啊，但係點解中國又經過秦漢之後，一直都唔會再有土壤重新發芽？啊，調翻轉頭，西方居然喺一個戰亂嘅環境底下，去到17世紀會有個啟蒙，將呢啲古老嘅所謂即係概念冚唪唥掘翻晒出嚟咧。呢啲呢個好值得研究。呢個咧呢就好多人都研究呢個咧問題咧，比較複雜。點解咧？因為咧呢度咧有宗教嘅問題。因為咧呢個基督教咧，即係耶教咧，喺呢個西歐喺歐洲啊，其實主要係歐洲。歐洲裏邊咧，佢能夠掌握嘅勢力咧，政教合一啊。而咧能夠控制到嘅政治同埋宗教嘅合一，甚至乎咧個教咧係比政咧更高一級噶嘛，高一級添。即係換句話講咧，軍權要神授啊嘛，你冇宗教祝福，你唔做皇帝。兼且咧，你嗰個執行嘅制度，其實咧最後基本法有基本法㗎，最後基本法就係聖經，本聖經咯，嗰本聖經，係咯，嗰本聖經由教皇詮釋嘅。教會詮釋。教會其實最後咧喺天主教喺嗰個教皇為主啦，為主，佢班教父嚟詮釋。咁你咧就冇一個中肯嘅，因為佢哋多數係為佢嘅利益，所以後來咧有政治嘅改革，亦有宗教改革，有宗教嘅革命。當年咧喺1054係嘛？已經有啲主教條氣唔順咧，就已經散咗出去做東正教啦。但係到咗15世紀咧，就啲馬丁路德咧同呢個Calvin咧，就散出另外一個新教出去。咁啊亦有英國條氣唔順嘅，嗰直頭亨利就唔鬼理呢個自己做教主。你結吉我唔俾我換老婆咩？我做咁我自己做埋咯。咁但係呢啲涵能咧係後來影響到咧一個啟蒙運動。係啊，因為咧你壓迫力咁大，個黑嗰個你叫做 Black Age，即係黑暗時代。黑暗時代所謂黑暗咧，唔係淨係政治黑暗，宗教都黑暗，思想都好黑暗㗎。思想黑暗，好周街都覺得有女巫㗎。係啊，有獨周街都有撒旦。一定獨裁喎？點解唔獨裁咧？因為你排他嘛。因為你宗教排，你呢個宗教係絕對排他㗎嘛。一排他即係話一定要我啱晒。其他容納到少少都唔得，因為咧其他就叫異見。係啊，咁所以變咗黑暗時代一個好奇怪嘅情況嚟㗎。即係如果你話中國嗰啲所謂戰亂啊、混亂啊、改朝換代叫黑暗的話咧，你遠不及歐洲嗰啲。嗰啲真黑暗。問題係人喺咁黑暗嘅壓迫同埋清洗嘅情況底下，居然調翻轉頭絕處逢生咧，你就古希臘嗰啲咁嘅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又喺嗰度發芽翻。因為咧，中國未試過，因為真係要去到絕路。係好絕咯，係極絕咯。毛澤東講咧，冇大破就冇大立，破立咧互為關係。好哲學嘅呢樣嘢，係一定要有大破，就只有大立。呢個咧一定係咧當時咧發動起咧呢個中世紀嘅哲學嘅思潮。就因為咧真係禁制得好犀利，而且咧人嘅思潮咧。越嚟越係受到咧科學嘅人諗嘢嘅方法啊，同埋科學嘅發現咧影響，引致到咧好多證據出嚟咧，原來係覺得好荒謬嘅。政治同埋宗教都好荒謬。另外一種所謂大破之後大立都有次官嗰個講法，但係有啲。起碼讀開中史嗰隻好唔舒服嘅心，玻璃心砰一聲碎晒。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歐洲之所以破得咁緊要咧，出現咗另一種空間，
就類似戰國時間啦。你群龍無首，嗱你4分5裂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話好 PK 嘅，好差嘅，好慘嘅。但係有空間喺度啊嘛，就係你有一套學説，你有一種本事，呢個地方擺你唔落嘅，此處不留人，外地就揾食。咁所以當時歐洲出現咗嘅情況就好似你話齋，例如話你啲科學家。煉金術士啦，例如都有啦，或者觀星啊、睇星象嗰啲啊，或者尤其是創造戰爭武器嗰啲啦嚇，即係呢啲科學家就其實可以周圍走噶。咁然之後呢個皇帝唔 buy 佢咧，佢去周第二度揾食，又有嗱呢個情況好似戰國㗎。係冇錯。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如果你東西對比物換星，就點解中國戰國時間咁多思想爆發出嚟咧？嗰陣時都記得㗎啦。你可以啊，周圍去做客卿㗎嘛。總之呢度唔 buy 我去第二度揾食㗎啦嘛。冇所謂效忠唔效忠㗎。楚國人可以走去秦國打緊楚國都冇所謂呢樣嘢。咁變咗就係話你有本事，你出到位。咁你一套學説有人 buy，咁有市場空間。咁所以其中講法就歐洲正就係因為所謂大破咁緊要，係冇咗一種中央統一嘅壓迫嘅，即係冇大一統嘅概念。雖然有宗教壓迫，但係你呢個宗教壓迫我走第二個宗教咩？係啊，走人咯，走人咯。嗱，咁所以變咗就係歐洲當時係真係所謂黑暗到呢個地步咧，反而有個生機，就因為你冇咗一個所謂中央集權，你冇掟走嗰種啊。即係天下一個共主嗰隻，就冇咗呢樣嘢。咁所以其中一個講法就正因為歐洲當時就真係咁鬼死亂，所以反而思想可以得到自由。嗱呢個好好嘅吊詭呢下嘢。咁所以喺呢個土壤裏邊，你咪就咗個政治家嗰個所謂培養嘅基礎咯。因為你要有本事，你先可以做到政治家噶嘛呢下嘢。呢個咧，你講呢個仲有一個咧原因嘅。因為咧呢個因為嗰個羅馬帝國咧，其實咧做咗一個好好嘅基礎啊。你走咧，中國咧名山大川，哇！你由湖南走去河北都幾辛苦，要渡江又要行咁多。但係咧，羅馬咧同佢做咗好多路嘅。係呢個歐洲咧已經好早咧呢個道路網咧係好早咧，條大路通羅馬係真嘅，係啊，唔係一個講法，係真嘅事實嚟㗎。兼且咧，佢水路咧喺嗰個呢個地中海咧，亦可能咧可以去到好多地方沿途。咁呢個引致到一樣嘢咧，好重要，就通商。呢個咧通商嘅關係咧，人可以自由流動。係啦，呢個通商咧引致到咧後邊資本主義嘅萌芽。咁啊，因為咧冇通商咧，或者將個商咧，好似中國人咁樣咧，擺成為咧士農工底下嘅一個咧佢雖然冇一個好似印度咁樣嘅種姓制度啊，但係咧佢係職業上嘅歧視喎，即係歧視啊嘛。係啊，職業上歧視喎。你份人牟利啊你。咁啊，以讀書人視為士農個農啊耕田佬啫喎。係啊。工咧就小工藝嘅喎。忠厚老實啊嘛。係啊。工咧唔係大型工廠，而家我哋話工人作反嘅工喎，係小工業手藝喎，係做下衫啊，做下鞋啊，做下弓箭啊。佢都話你不務正業㗎。係啊，工嘅喎，所以擺喺農後啊。咁所以你秦朝開始，你咪就係商嘅總結。秦朝就係工農兵咯，就係呢隻嘢一樣嘅其實。咁啊，商咧就仲係等而下之，因為咧你啊淨係商。就係即做生意牟利啫。你睇得個錢鬼聲大。呢個都係秦漢之後先咁慢慢定落嘅。嗱，如果你記得，即使到秦朝先算啦嚇，你富可敵國嗰班友都係好高地位噶嘛。因為有商業嘅。你呂不韋都係做商人出身嘅啫。但係咧，中國咧就打擊呢個商人咧不遺餘力嘅。係啦，後來變咗大一統之後就好明顯嘅呢個。咁你睇下咧，中國嘅歷史咧。你細個嗰時讀嗰啲歷史，你就知噶啦。一路講緊咧，都唔係講緊，除咗秦漢，即係之前啊，係講緊有幾個商人，但係都唔未必講到佢咁巴閉。但係後來咧唔會講商人嘅，冇啊，范蠡去到咧已經好巴閉噶啦，已經好叻噶啦，自己嚇即係陶朱公啫，再做商發一達。咁你後邊咧，你睇下晉朝。
所捧起嗰扎咧，冚唪唥咧就叫做名士啊！哦，係，即係你老人清流，係蕭公子呢扎梗唔係，名士啊！一介商人。呢個咧就係竹林七賢啦。咁咧冇錯啦，係啦，世外高人就成日咁講世外高人，啊然後至受捧。係咯，咁有社會地位係啊嗯，到咗咧呢個後邊唐朝，嗯你而家睇下有冇捧嘅邊個係商人咧？好少。冇㗎冇㗎冇㗎，最緊要捧嗰啲係叫詩人。都有唱文學家啊，文學都有。文學家嗯哼或者詩人咧，作但係佢學而詩人。優則仕噶嘛，啊調翻轉就冇錯佢寫書寫得好過做咁官㗎喎。佢唔係商人嚟嘅喎，你官本位睇白唔係喎，官本位冇錯啦。再去唐宋咧，就開始有商，但係咧商人都係唔係捧到好犀利，嗯哼，捧嘅仍然係作詞嘅詞家，或者嗯甚至乎咧畫家皇帝畫畫畫得好，哼，呢皇帝都中意嚇，皇帝都中意。咁你元明清更加，冇啦，直頭你情願咧打得見就捧你喎。都還可以，即係你唉有還可以話打得武術家仲有得喎，嗯軍事家又得嗯喎。唉咧，你唔見有咩商人嘅？其實就唔係冇啊，即係你唔可以正史裏邊寫咁多啦。課籍你轉顧之前會有啦，野史嘅寫會多啲少少。係咁所以就算你去到清朝末年，都要有個胡雪岩。到後來咧，後來清朝咧，就接嘢都唔呢個得下半橛咋，唔係下半橛上半橛啦。都唔係正史寫嘅，係野史寫好多。而家故事寫嘅啫，寫胡雪岩都係故事胡雪岩啊啊，都係。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嗯所謂士農工商有個商業上身份嘅歧視嘅。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將啲人咁嚟分咗等級，同埋歧視咗之後咧，有好多人才就出唔到身。出唔到嚟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咧，大一統呢種思維價值底下咧，出唔到政治家，政治家咧政客就肯定有係啦。冇錯政治家出唔到咧，佢冇辦法一個獨立人格啊嘛。係咁冇可能嘅呢樣嘢，即係冇錯等於話你胡雪岩先算啦，一介商人出身，但係佢周旋列國啊，講國際貸款條款嗰啲，都係政治家要做嘅嘢嚟嘅喎。係啊，又或者佢搞掂咗太平天國嗰班友仔，令到佢哋就和平撤出啊！你咪又睇返作反制度呢啲係啊，有嘢睇嘅喎。你咪睇翻作反嗰啲人啦，譬如太平天國，你正話講，係咯，呢個絕對唔係政治家喎，啊，肯定唔係因為咧呢流個寇嚟嘅。洪秀全就好簡單，為咗一個目的就係佢想做皇帝啊嘛，作反啫嘛，佢佢想做唔好禮啊嘛，皇帝啊係啊，唔係因為佢做皇帝咯，係啊，就要做皇帝咯。佢話佢借助神權嚟做皇帝拜啫嘛。拜耶穌拜天父，佢係天兄呢咁個天父同當時，呢個白蓮教咪一模一一樣嘅樣㗎嘛邪教嚟嘅。嗰個極嗱，我邪唔邪咁講，極其量嘅流寇，啊做啲皇帝就好開心所以嗰陣時啊。呢個清朝咧嗯，就叫做長毛賊啊嘛。賊咯，啊賊嚟噶嘛，嗯咁啊係咪一個為咗人改變成個社會有呢個咁嘅抱負嘅人試咧？過有一輪咧，共產黨啲宣傳片就好神化啦，呢班友仔嘅，係因為咧凡作反嘅皆英雄啊嘛。因為咧有個好重要原因，因為參加裏邊呢個洪秀全嘅太平呢個軍隊咧，好多係農民嚟嘅。係咁做農民起義咯，就呢樣咁啊嘢咁咧就歸為農民起義，咁即係包括李自成都係農民起義喎，係啊，王朝都係喎。咁啊誒一半一半，啊李自成就肯定係。李自成都係農民喎，咁啊變咗咧可以借呢個日農民呢兩個字咧捧翻自己喎，無產階級啊嘛，成日講。係唔係又同呢個士農工商咧？因為中國冇所謂商，冇所謂工嘅。我哋農民出身叫做因為你正直咯，你嗰個好人嘅係咯，你嗰個工業革命唔喺你呢度發生啊嘛，你冇工人噶嘛，你資本主義都唔喺嗰度生係根啦。資本唔係生根噶嘛，個工人冇你既冇工呢個階級，業革命，又冇資本主義，咁你工商肯定自然唔會成為主力噶啦。係啊個工咧就冚唪唥係小工藝嘅工，就唔係話馬克思諗住嗰個工，馬克思諗住個工咧就係大規模係生產有組織嘅工廠工嚟嘅流，真冇得工廠式嗰種組織嚟㗎。因為你有需要咁大嘅工業生產，於是乎你要請一大扎人力另一種組織方式啊 manpower。嗯咁你但係咧，你喺小工業裏邊咧就唔需要咁多哼， manpower 喎。自己顧自己嘅啫嘛。唉，你搞得掂，你做嗰啲好衫就得噶啦。
做得到下又得噶啦，唔需要咁咁所多。以變咗就係話，你其中政治家要求做一樣嘢，你就話要社會個動員能力的話咧，就好似喺嗰種士農工商咁割裂嘅社會底下，咁小農嘅社會底下，你不可能即係培育到啲人咁有眼光咁嘅技巧。係啊，唔係呢個好明顯嘅呢個唔係我講俾啲人聽，用小農社會咧，其實唔單止小農嘅，嗯，工業都係小工，公寓都係嚇，商業都係小商。佢唔俾你做大啊嘛。佢做唔到大嘅，只有咧就係士人咧就俾佢綁高啊，叫高嘅地位啫。其實佢都係細嘅，都係細。點解咧？因為咧你唔能夠好似西方咁樣，你嗰個士人嘅諗法傳播到咧成為一個咧知識形態，唔同以前。呢樣嘢因為犯咗個逆倫大忌啦，士人唔係唔想做呢樣嘢，好自然會做噶。問題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就叫你拉幫結黨噶啦嘛，又係謀反嚟嘅呢個。呢個咧就你揾啲志同道合嘅人傾下偈，佢話你拉幫結黨噶啦。中國咧咁多次結黨咧，阿中林黨啊咩嗰啲咧，唉，唐朝牛李黨爭一樣嘅。全部牛李黨爭呢啲係冚冷咧。黨嗰啲唔成功，兼咧害國禍國。嗱，變咗呢樣嘢又原案嚟嘅，點解咧？嗱，因為如果你調翻出嚟俾鬼佬睇，佢未必一定會咁講嘅。因為你自己會有個組織出嚟，好正常噶。你組織同組織之間唔妥，又好正常噶。咁問題係你改朝換代斷代史，佢實話你拉幫結黨，同皇帝過唔去啊嘛。嗱，咁就變咗就咁你係好攞命呢下嘢，耗損咗呢國力。佢話你內耗。好啦，今日咧講咁多先啦，係總之，次官啲書記得睇下，唔講笑。下次再傾下。OK，拜拜。